歡迎收看《怪客靈門》，我係宋明漢。今日嘅來賓哦，董鐵鐵，他們不是台灣人，也不是客家人，他們是兩個來自日本的漫才師。哎，有人說哦，這個漫才是日式的相聲。哎，如果要這樣算的話，他可能可以算是我的半個同行了。那廢話不多說，我們用熱烈的掌聲歡迎漫才少爺，歡迎！等一下，哎呦，你只跟女生打招呼是不是？啊，男生不重要，为什么？太没礼貌了吧？大家都很重要。对，赶紧做个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漫才少爷哈，请多指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，お願いします。太好了，太好了啊！初次见面啊，很开心啊！啊，礼貌不周呢，有什么得罪的地方，你自己先抖一下啊。等一下。你刚刚的都听得懂吗？非常的吃力啊！听不懂的观众朋友，不好意思，放弃吧。不行啊，这样不行啊，不可以放弃啊。对啊，我们要好好讲中文。真的。其实有一些观众应该会想了解，你们两个来台湾有几年了？啊，已经来台湾8年了。8年？对，8年。哦，那这个8年的过程中，你们对台湾有什么的印象吗？台湾是非常棒的地方，我爱台湾。啊，对，哎，外国人这样讲的话才会红哎。不是这样的。不是哦，这是我的真心话。很懂流量密码，很懂流量密码。不是我的真心话，是真心话吗？当然啊。那我再教你一个流量密码哦。你觉得台湾人里面什么人最可爱？啊，这个是热点女孩的来了，对吧？你是没有做的，但应该不是吧？不是吗？应该要说客家人来。对，客家电视台嘛。对呀，他们不鼓掌，因为他们都不是客家人。是啊，没错。其实哦，台湾有一些朋友对于漫才这种形式还是不太了解。是。那其实相声我们知道有2个角色，好，一个叫逗哏，一个叫捧哏。漫才好像也有分装傻跟吐槽。没错。你们是怎么分的啊？我是吐槽。那三木你是？我是日本人。废话，大家都知道啊，看得出来。不好意思，我是三木。也不对呀，你应该是装傻才对。我才没有装的。别闹了啦！谢谢大家。谢，好。哎，不知道我们前面这样子的聊天，这样的 talking， 算不算有一种漫才的感觉呢？是吗？嘛，有点像啊。但是漫才平讲2个人讲的，2个人讲，没错。其实刚才大家应该还是没有弄清楚，到底谁是吐槽，谁是装傻。我是吐槽，对，那你是？我是装傻，那我算是小仓。你不是了，太没礼貌了吧？你来台湾包2奶是不是？気持ちいい。变态啊！变态！不要乱讲了。其实这样啊，我们看到大家这么热情，就知道其实我们很多台湾人对日本的文化都是相当感兴趣的。对。我们这边做一个简单的采访好了。我们讲到日本2个字，大家会想到什么样的文化呢？变态！你不是吧？是你一个人而已啊。那是你吧？那是你呀，你的感想没有错的。对，来，没关系，大家认真想一下，日本你们会想到什么样的文化？可以举个手，不用害羞，没关系。对。哎，这边有一位，来，请递麦。好。厉害，好奇怪的人，不用那么多动作。哎呦，寿司。你喜欢吃什么样的寿司啊？寿司，还好吃的，真的。你们2个打扮的也蛮像寿司郎的嘛。对。黑了下。好了，你们不要那么好 Q， 不要那么好 Q。哎，我们再问一位，有没有朋友愿意分享一下？好，哎，那边有一位。落雨。落雨，你还知道落雨？好厉害耶！那个天公有落水有落雨。不是啊，那是什么？那你解释一下。日本传统的表演的方式。对，一个人讲故事的。是，就跟我们表演的评书感觉有点像。对，有一点点。好，那我们再找一位好了。好，还有没有？哎呀，他旁边那位男生好了。OK。棒球。一季罗 Suzuki 啊，对，修黑欧塔尼啊。其实讲到日本的文化，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动漫啦。动漫哦，你们2个喜欢看吗？当然喜欢啊。那你喜欢什么样的作品？哆啦 A 梦啊，还有灌篮高手，不错。还有什么？樱桃小丸子，还有进击的巨人。哎，晋级的巨人哦，在台湾特别的流行，而且其实有一些专家去分析，他们认为晋级的巨人是在影射台湾跟大陆的关系。
不好意思，你们怎么看？我们里面的完全听不懂，听不懂，听不懂呢。すみません，听不懂的是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呢。不好意思哎。这一句话已经是他们经纪人教他们的，让他们不要掉进我们的不要陷阱。问里面的这样子问题啊，是啊是啊，哎你笑这么开心干什么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没有，开心吗？没有。其实动漫呢，我们台湾很多人都爱看，对可是我们看的一般都是华语配音。哦，其实今天难得你们两个人日本人来了，是应该要教我们日文，哎，原版的那个动漫台词怎么讲，好不好？可以啊。我们只是教你日文而已嘛啊，。不只是啊，我再反过来教你们客语的念法那么你先看你的建议好不好？啊，没有嫌我没有诚意，是不是？要钱的意思吗？啊不不要了，不要啊！客家人很小气。太没礼貌了吧？没礼貌！不是，我们也想学客语。不是，这个是脚本里面写好的。你的真心话吧？你们鼓掌那么用力是很认同，是不是？好的，我们也想学客语。好，我们互相交流一下。对，OK。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我们来看看我们第一个要学的台词是什么呢？哎呦，我要代替月亮惩罚你。啊，掌声鼓励一下。这样，等一下，哎，为什么会跑出来这个奇怪的人啊？哦，是这样的啊，我们原本想要买那个正版的版权拿来放啊，但是买不到版权，所以就找一个怪人来演啊。果然是客家人。哎呀，不要讲啊！太没礼貌啊！不要再拿客家人开玩笑，我拜托你。那客家人比较有创意吧？没有错，对没有错。省钱就会有创意啊。是这样啊。你来教大家，我要代替月亮惩罚你，日文怎么讲？是，那我们哎，次に変わってお仕置きよ。哇，可以回家吗？不行。对，虽然很恶心，但不行啊。你也会觉得羞耻，是不是？对。好，来，我来試試看。好，次に変わって月に変わってお仕置きよ。お仕置きよ。 OK，这里。厉害，好厉害。客家话的说法，我来教你。哦，爱愛推一講結婚，也太难了吧？太难哎！好羞耻哦。再一次。愛愛推一講結婚唔，是法语。愛愛推一講結婚唔。你们是喉咙卡到了，是不是？好了，不错，掌声鼓励。谢。谢。我们来看看我们第二句要学的会是什么呢？哦，哎呦，哇，很像啊。哎，教练，我想打篮球啊！他没有台词，结束了吗？安西教练的台词呢？哎，没有台词我也是很辛苦，好不好？为什么化这个妆很难受，我现在头皮很痒，好不好？你赶快下去了。教练，你说话了。哎，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制作组要给这种人便当吃，不知道，啊，这很没用，很没用。好了，教练，我想打篮球，日本话怎么讲？ OK。安西先生、バスケがしたいです。哦，这个我觉得比刚刚那一句简单一点。是。好，我来试试看啊。是，安在先生，好，巴卡，不是巴卡，不是巴卡，八个安西教练排气。太没礼貌了吧？我说他演的那个比较像白痴。我讲的是 basketball 的 basket，篮球的意思。篮球的意思。篮球再说一次怎么不是讲？巴卡就是你啊！对。不好意思，那个退他们通告啊！再说一次哦。是。安西先生、安在先生，バスケが巴斯给嘎したいですしたいです。完美。好，我们赶快进下一趴啊！不对，还没教你们客家话。是啊，重点啊，不要忘记重点啊。啊，重点是高练高练爱上高篮球。奶上高篮球。哎，这一句很标准，哎呀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好厉害哦。那我们来看看最后一句台词 OK 会是什么呢？来，我们请看。哦，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，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，武藏小次郎，白色的明天在等着我们。好厉害哎！这个很恐怖哈。哇，我真的耶，越来越恐怖了。这一句很长，你示范一下日文怎么讲？ OK， OK，嗨，好，来，
なんだかんだと言われたら答えてあげるが世の情け。武蔵小次郎、ホワイトホール白い明日が待ってるぜ。哦，解释了。啊，这了，有点尴尬。换我来试试看啊。 OK，跳过。 OK，范子太难，有点太难哎。哎，你做效果做得很敬业。我们直接学客语好了。 OK，重点主角是你们。 OK，好，第一句那个你先扮演这个武藏。 OK， 基眼第眼暗有心来闷矮，安有心囊奶。你鼻塞是不是？换你哦。好，矮秋好意老五讲，乃是可以老我。换一个武通武松，谢次龙，蔡志龙，一起哦。白色的天空你，白色的天空你，多点点爱你，都点点爱你。就黑暗用喵。啊，好乖，好可爱哦。我刚学的是喵喵了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出来？好了，这一单元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学了很多课语，学了很多课语。所以到这边我们结束了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等一下，回来。啊，谢谢。好好的 ending 的感觉。对呀，刚为什么要做 ending？我们才录一半呢。已经学到很多课语。对，而且学到这句话也是日常生活没办法用啊，确实，对不对？确实，确实没有客家人日常生活会说这一些，对吧？不过接下来哈我就要教你们一些有用的客语了。有用的，哎，我们客家有很多的老古引言，老古人言，就老古人言，就是俗谚，以前的客家人留给我们的一些智慧，我想要来教给你们。 OK， 不过在教之前，我想先问一下好，日本有没有一些比较常见的这种俗谚可以分享给大家的？ OK 啊那个说说看有点像是那个猫の手も借りたい。猫の手も借りたい。嗯好，是什么意思呢？你听不懂是不是？听不懂啊，啊。来你说说看什么意思？一个人很忙哈，忙到连猫的手也想用。哦，忙到想把猫的手拿过来用。对好那还有没有别句啊？啊，我也有。妈妈家里呀不用。等一下等，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一句日文怎么大家都听得懂？闽南语代表我爱台湾的意思。也不是不是，这是客家电视台啊。客家语我不会耶。没有关系，接下来就是我来教你们客家话。 OK，那但是你们不能只学哦好，你们还要负担一部分的任务。 OK 就是我讲出这个老古人言之后，你们要找出在日本的俗谚里面有没有可以对应到的。哇，有点难呢。是有点难，对不对嗯？没关系，我们试试看。 OK，第一题叫做哪爱学问好，那爱学问好，必得门三路，必定上山路。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猜猜看。猜不出来，笑什么笑啊？很难啊。对，真的很难呢。我来解释一下嗯。好，他的意思就是说啊，如果想要把事情做好，我们要问3种老：老人、老实人跟老经验。哦，是这样。哎所以想把事情做好，得问三老。是对那不想把事情做好的话呢？那就问3木。没有错。不是不是，这个不是前账哎，不用这么得意，不用这么得意是呀。对你找找看，日本话有没有差不多类似的？啊，有哎，哦是欧巴ちゃんの知恵袋，哦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是奶奶的记事袋。阿婆的智慧啦没。错因为阿公是东白痴的。不是，太没礼貌了吧？不好意思，日本的阿公的意思。一样对对对哎，都会生气啊你。没有什么资格笑日本的阿公，以后你也会是，好不好？现在好了，这个第一个算是他们找上来了。我们看看第二个会是什么呢？叫做宁水某路，贵水耸书，就是说人在倒霉的时候啊，无路可走。鬼在倒霉的时候回不了地府，只能上树，就是说非常倒霉的意思啦。啊找找看，这个是日本也有哦啊有大石で650ポイント買い占める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台积电买在650点。等一下了，你在说什么？现在编出来的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日本的俗谚里面有台积电哈，没有没有，不要乱讲啊！什么？乱七八糟的啊？你讲一个好一点。那个是泣き面に蜂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啊那？个已经在哭了，可是那个蜜蜂还来。哦，已经在哭了，蜜蜂还过来叮人。对，所以在一个人然后蜜蜂来了，吵死了！不要演啊，吵死了！哎你上台前是不是有喝酒？喝一点点而已。没有吧？在上面没有喝酒吧？没有喝酒，没有喝酒，没有喝酒。我们进下一个话题。哎，下一句话是什么呢？叫
这种胎细字拐，哦，什么意思？这个是应该是死掉的孩子比较乖，然后会走的有比较大的意思。也太奇怪了吧？哎，等一下哦，也有会走的有吗？不要笑他哦，其实他猜对一半。哎呦，真假的？这句话的意思真的是说，那个感觉哦，死掉的孩子好像感觉都比较乖，我们跑走的鱼好像都比较大。它是形容人哦，总是不懂得珍惜现在，总觉得我们没得到的或者失去的比较美好的意思。哦，是哦，是啊，哎，算你猜对了，好不好？略也有一模一样的，一模一样的。对，逃した魚は大きい，是那个逃掉的有最大。哦，一样的。对，是这样的意思哦。不是，现在才知道吧？你到底是不是日本人啊？应该是嘞。啊，应该是啊。对对对。应该吗？好，我们再来看下一句话。作当四番，作下俄事，恩将仇报，忘恩负义。这个是比较简单啊。简单哦。飼い犬に手を噛まれる。什么意思？被自己养的狗咬啊，这样。哦，被自己养的狗咬。是。哎，你这一题怎么突然变得那么清醒啊？因为它常常咬我。我不是狗啊。这样的。不会啊。知道，你是人类最忠实的好朋友啊。还是狗吧？还是狗啊？都。不对。我们再换下一题啊，来看一下。哦，叫虎里莫小喵，평평米 QQ， 50步笑100步的意思啊。日本也有。有吗？那个目くそ鼻くそ笑う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眼屎笑鼻屎啊！哎，这一句很直接。对。你没有要装傻一下？这个是没有灵感啊。也不信吧，要认真想啊。交给你。我不会装傻。你这个人是虎里目标有干干米 QQ。要说出来，要掌声鼓励一下。这个白痴。说的蛮烂的，不用这么得意啊。好啦，刚刚这个叫现学现卖。是，我觉得他们既然想要现学现卖的话，我给他们出一个难题好了。是什么？就是等一下你们要讲一段慢才，但在讲这个慢才的过程中，还要融合你们学到的动漫台词跟老古人言，好不好？刚刚的吗？没错，这太难了吧？太难了！你们来领了通告费，就是要来表演这个的啊！哎呦，大家想不想看？想看？鼓掌一下！我们掌声欢迎慢才少爷。是漫才少爷，请到到记者。什么样子？什么样子？好了 ，OK 了。好，我们来台湾已经8年了时间过得好快啊，真的很快呢。是，所以应该我们可以拿到永久居留证了。永久居留证啊！我拿到永久居留证之后呢，我不想继续做漫才呀。真假的？为什么？因为赚的很少哎。是这样吗？这样的原因吗？还有呢，我有一个梦想啊。有梦想我想当台湾计程车司机。真假的？是。为什么？因为赚的很多。是吗？你在当计程车司机赚比较多吗？对，没错，所以就叫等一下啊。哎呦，准备小吵对，这翁台西子馆，大家听得懂吗？完全听不懂啊。没有关系啦。有关系吧？下面有字幕啊。是这样。这样就可以吗？听不懂，可是看得懂啊。这样不行吧？是。所以今天呢，我想要模拟一下是啊。台湾计程车司机的样子。OK， 那我们来练习一下吧。好了。嘿，taxi！嘿，客人，干嘛？也太危险了吧！不，你撞到我了！拍谁？认真一点啊！请坐。你好你好。你是日本人吧？对，为什么你知道？因为你的华语很不标准。你的华语也是吧？是吗？这样是那个狐狸木小喵，偏偏米 KOK 是。你是从工作来了吗？对。你的工作是什么呢？你在哪里工作呢？你的薪水多少？等一下，问太多问题了吧？要一个一个问啊。你的工作是什么呢？工作算是艺人吧。艺人哦，大明星我第一次遇到大明星。看前面，太危险了吧？看前面啊！没有关系的，我有健保。不是这样的问题啊，太危险了吧？好了那大明星的话，你的薪水很多吧？问的太直接了吧？快点告诉我。不要！快点告诉我！不用啊！快点！吵死了！生什么气啊？快点告诉我！没有那么多。好。
真的没有那么多，也太没礼貌了吧！好可怜哦。哎呦，其实呢，我很喜欢日本啊，哦，是哦，所以呢，我最近开始学日文。我学日文。对，你好，哦一番大金，这是广告吧？ありがとう。若者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的日文太奇怪了哈。所以你的老师是谁？我的老师是啊，等一下啊，还要找哎，要找哎。那会好唔好，必得唔散咯啊！什么？三老？是，那你跟什么老学习的？啊，老变态啊！变态啊！哈不要学变态呀！啊，你喜欢听演卡吗？啊，演歌吗？是，那喜欢啊，现在可以放演卡吗？啊，可以啊。啊，那你猜一猜，这首歌是谁的歌？ OK。蹦，やめて気持ち。歌词也太奇怪了吧！やめて気持ち。完全没听过哎。如果你猜不到的话，我继续唱这首歌。やめて気持ち。拜托不要啊！我完全没听过哎。啊，这首歌是我自己创作的。那我怎么知道啊？还有不知道哎。啊，你不认识我吗？不认识啊？我是一个很有名的 YouTuber。很有名吗？是，我有3个粉丝。你太少了吧？我跟老婆还有女儿。那你不算是 YouTube 啊？哎呦，你喜欢唱卡拉 OK 吗？嘛，喜欢。我的车子里有卡拉 OK。哦，是哦。啊，你试试看啊。也不用。拜托哎，害羞我想听日本人唱的《么么哒罗》哎。哈，桃太郎的歌吗？是。哈，为什么选这首歌？哎，因为其他的歌的话有版权的问题。哇，有点尴尬。是，那我唱一下。好。桃太郎さん、桃太郎さん、お腰につけたきびだんぼ、一つ私にくださいな。不要一直按喇叭哎不。好意思，么么哒罗さん的后面大家都听不懂。也可以吧？啊，而且おじさん唱的么么哒罗さん有点恶心哎，我想。也太没礼貌了吧！啊我遇到这种司机，我的运气也太巧了吧！啊，那我想跟你说，等一下哦。还要找哎，好，你睡某个睡松狮。什么啦？啊而且我没在问你这个。好，是吗？对呀，啊，可以哦，可以我问一下吗？可以啊。我们现在往哪里走？啊，对好，我们已经开了一阵子，我还没跟你讲要去哪里。对呀，听一下。懂。OK，哎，等一下，司机，现在我们要去哪里？因为你是日本人，所以先去结婚，然后回到林森北路去。OK。不要啊，我不是这种日本人啊。好，你是没有钱的日本人。不是这样的意思的，我要去苗栗。啊，苗栗就混林森北路。不要啊！你这样司机也太糟糕了吧？哎，你这样讲太过分了吧？啊？我想跟你讲，这边啊，这边吗？为什么这边有啊？做单手帮做好我事。我才不是这种人啊！啊，既然你是啊，等一下哦，这边啊，在哪里啊？为什么在哪里有啊？奶爱多你过去吧，是你自己的问题吧？谢谢大家。谢谢。非常谢谢漫才少爷。谢谢。你你们经过这一集之后，会讲的客家话比全台湾的人都多很多啦。啊，真假的？不错。好，我们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把掌声送给漫才少爷。谢谢大家，ありがとう。还有我主持人宋明翰。谢谢。乖客灵们，下礼拜见，拜拜，再见，拜拜。